亡羊补牢。路老鸡利索，当波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个时候，大家只有老着黑几眼，同妈的老的公民弄得能下就这些。下用不约而同，不约而同。马追前头，马追前头。赞叹，赞叹。对我，对我。高尚，高尚。呀入，呀入。人们不约而同地赞叹筑路工人高尚的心灵。人们不约而同地赞叹筑路工人高尚的心灵。么能接朗林给这呀入学罢了，我给带我西巴这。么能接朗林给这呀入学罢了，我给带我西巴这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学习寓言故事《亡羊补牢》。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这里我今年的我娃多的是为好些的种经验，同嘛我今年的名字三八的记得。名字三八。羊圈。路上。窟窿。空波。后悔。绝罢。羊圈破了个大窟窿。路上啦，空波全部是多余。洛登，我给你讲一个寓言故事，讲的是一个牧羊人的羊圈破了个大窟窿，丢了羊。别人劝他修羊圈，他不听。老弟，你去了当家些些啊？如把些给驴ra了，不干全部些多月比。没去过了，驴ra的下手些那干的些就，去看了你没？结果呢？对呢，他妈真的是送人。结果羊被狼叼走了，别人劝他把羊圈补补。他妈驴兄给一撒瓦的，第一次没去过了，驴ra的用力就是他一定补了。对呢，去路上用力加越这的呀。他还是很固执，说羊丢了，补了也没用。去俺家驴撒草位用力加那我给把没事。他真顽固，结果呢？阿姐，可能我妈出去完了，他妈这里提的。羊当然又丢了，这次他才后悔，下定决心把羊圈修好。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。用驴兄给设备，可打算绝把全部卸把的。对那种驴让用力加的，驴带你不没。这个寓言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做错了事，只要肯接受意见，认真改正，就不算晚。当兵的，没些个农村学生，人家看了你有所些呢，整个全部没有为南路的待遇人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做了大家姐，却这个民间的那个高等现象。他念这些羊圈，
羊圈就是饲养羊的地方，一般都是敞篷的或有围栏的。路上呢，绕到路所西绕瓦岗，里让那些窟窿，窟窿在这儿指的就是孔洞。恐怖呢，不把岗恐怖那些后悔，后悔就是自己做过的事情感觉没做好，很懊悔。绝把呢，连是别点了，参差瓦岗，绝把些把那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字三班的呢，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羊圈，羊圈，路上，路上，窟窿，窟窿，恐怖，恐怖，后悔，后悔，绝把，绝把，羊圈破了个大窟窿，羊圈破了个大窟窿。路上啦恐怖全部是多余，路上啦恐怖全部是多余。骗子这么这话，老主错，第二个名词三班呢写二选，大概就话你作业切错了就写两件，五个他年道理，驴ra写把的公演杂句，切去三路项目动的两脚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人，嘎，驴ra，要想连着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注第二路边他年三把点到下中这些。羊圈，羊圈，羊圈，窟窿，窟窿，窟窿，后悔，后悔，后悔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我注他年三把个中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路上。恐怖，绝把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路径的年长下来人打对目机。